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都好經典嘅書，就係 Stephen Covey 嘅《與成功有約》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。呢本書已經出咗超過30年，影響咗好多人，甚至有啲人話佢係改變人生嘅必讀書。可能大家都聽過呢7個習慣啦，咁點解我今日都仲想特別分享呢？因為呢本書真係對我影響好大啊！睇完之後，我反思翻自己過去做事嘅方法，發現好多時候其實唔係努力唔夠，而係方向錯咗。於是就開始實踐書入面嘅方法，慢慢改變自己做事嘅方法，發現工作、生活同埋人際關係呢都開始變得越嚟越好啦。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呢7個習慣到底係啲乜嘢呢？點樣幫我哋變得更加有影響力，同埋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呢？如果你都想提升自己，咁呢本書一定幫到你啦。如果之前已經睇過，咁呢集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。第一個習慣，主動積極 ，be proactive。呢個習慣最重要嘅概念就係唔好成日將問題推俾環境、推俾人，而係主動掌控自己嘅行為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係環境影響咗我啊，例如，我個上司咁麻煩，搞到我做唔到嘢；又或者屋企人都唔撐我，搞到我冇得繼續落去啦。但書入面話，其實我哋應該問下自己，咁我可以做啲乜嘢去改變現狀呢？例如可以學下啲新技能啦，改變自己嘅態度，甚至直接揾啲更加好嘅機會。當你開始主動掌控自己嘅人生，就會發現自己其實比想象中更加有能力。第二個習慣，以終為始 ，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。呢個習慣教我哋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諗清楚，究竟終點喺邊度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財務自由，但係一直又冇計劃，又冇儲錢，又冇諗過乜嘢係財務自由，咁呢個目標就永遠都達唔到啦。但係如果你一開始就 set 一個清晰嘅目標，例如10年內要儲到100萬，然後一步一步去計劃，咁就會更加容易達成啦。有一樣嘢大家可以試下諗嘅，就係試下想象自己嘅葬禮。如果有一日你離開世界，你希望你嘅朋友、屋企人點樣形容你呢？你希望自己留低啲乜嘢嘅影響？當你有呢啲畫面之後，就會更加清楚自己應該點樣生活。第3個習慣，要事第一 ，put first things first。呢個習慣其實係時間管理嘅關鍵。我哋每日都有好多嘢做，但係最重要嘅係要學識分優先次序，處理咗最緊要嘅事先。書入面講咗一個時間管理規陣，就係將事情分開方格上面嘅4個格，重要加緊急。例如屋企人突然之間生病要照顧，或者一啲工作嘅 deadlines。重要但係唔緊急嘅，例如運動啦、持續學習同埋建立人際關係。唔重要但係緊急嘅，例如一啲無聊嘅會，又或者係一啲社交媒體嘅通知。唔重要加唔緊急嘅，例如瘋狂咁煲劇，冇目的咁樣睇手機。最成功嘅人亦都會專注喺重要但係唔緊急嘅事情，例如學啲新嘢啦，建立好習慣。因為長遠嚟講，呢啲先係真正影響你人生嘅嘢。第4個習慣，雙贏思維 ，think win-win。世界係一個零和遊戲，即係唔係你贏就係我贏。但係其實唔一定係咁噶。真正成功嘅人唔會淨係諗住自己點樣贏，而係會揾方法令到雙方都得益。例如喺職場上，如果你係一個老闆，你可以選擇壓榨你嘅員工。但係長遠嚟講，啲員工士氣低，流失率高，生意都唔會好得去邊。相反，如果你對員工好啲，咁佢哋有動力做嘢，公司自然都會做得更加好，大家都會贏。所以當你遇到衝突嗰陣，唔好淨係諗住點樣爭贏，而係問自己有冇啲咩方法令到大家都得益呢？
第5個習慣，知彼解己 ，Seek first to understand, then to be understood。呢個習慣係講真正嘅溝通技巧。好多時候，當人哋講緊嘢嗰陣，我哋會點呢？未聽完已經諗定點樣駁佢啦，淨係諗住自己要點樣表達，而唔係真係想聽對方講啲乜嘢。但係真正有效嘅溝通係要先理解對方，再表達自己。當你真係肯細心聆聽，對方都會覺得被尊重，溝通就會順暢好多啦。第6個習慣，統合綜效 Synergize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1+1大過2嘅概念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想自己搞掂晒啲嘢，但係其實最叻嘅人呢，係識得點樣分工合作，發揮團隊嘅力量。例如 Apple 嘅成功，咁就梗係因為 Steve Jobs 夠勁啦。但係其實都因為佢識得揾啲好叻嘅人同佢一齊做嘢。當你識得發揮每個人嘅強項，你會發現效果遠超你自己一個人喺度單打獨鬥啊！第7個習慣，不斷更新 Sharpen the saw。最後一個習慣就係不斷咁學習，提升自己。你可以諗下一個喺度鋸緊木嘅人，如果佢不停咁樣喺度鋸，而唔係有時會停落嚟將自己把鋸磨下，最後其實把鋸會越嚟越鈍，鋸得越嚟越慢。所以我哋都要定期充電，保持自己嘅身心健康，學習新知識，咁先可以越戰越強。總括嚟講，與成功有約唔係淨係講成功，而係教我哋點樣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。佢唔係一啲短期嘅速成法，而係真正影響我哋一生嘅原則。如果你想提升自己，無論係工作、生活，甚至係人際關係，呢本書都絕對值得睇啊！如果你都中意呢類型嘅書評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，